愿主的平安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家庭，也临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来有份于你的国度的建造。愿着灵临到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世大运，对不对？有没有在看世大运？刚才又有一位弟兄在问我了上一堂的，说有没有看世大运？我说有啦，其实我是喜欢看棒球啦，结果棒球输了不过好像后来我们打篮球又赢了，对不对？篮球替我们报仇，用报仇这个字实在是不大好了结果隔天我们的篮球又输了，这是什么世界？好像输赢变来变去对不对？我们想一想我们想，其实我们都有很喜欢的我们的喜欢的项目，对不对？可能你会想，今年台湾的金牌特别多，让我们傻眼，对不对？好像金牌太多了一点，会不会这样？不会啦，越多越好。但是越多越好总是还是有极限的，对不对？世大运其实带给我们的我们看到的很多故事，特别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选手你看人家以前学功夫都要3年6个月，对不对？台湾他说出赛才能成为师傅，要3年6个月你看看这些世大运的选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为了世大运在准备，对不对？这个不容易这个过程之中，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我看了就心里有点疼了。为什么？像那个举重，我们举重今年也是很出名了，对不对？他说举重选手都不大正常他说不大正常为什么？那练举重不容易呢，而且特别对那个腰椎，对不对？我们肩胛骨什么很容易受伤其实他们几乎都是在受伤的生活之间，都在复健当中度过呢。你看金牌的背后、奖牌的背后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当然了，我们不能说这样就指责他们，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说努力才有成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替我们台湾发声其实你也发觉在这些选手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一些故事都被挖掘出来了。譬如说那个举重女子举重郭幸存，对不对？她有很感动人的故事。什么故事？原来她是单亲家庭，她是阿美族的，她一生就跟她妈妈四处打工，过着流浪的生活。她的家境不好呢，她到处都住过了，外婆的家也住过了，舅舅家也住过了，阿姨家也住过了，甚至有时候还住在台东县的县议会住过了然后后来读台东的体育中学嘛那有一个体育中学也住过那里了。不过他没有因为这样被打败，反而他知道感恩，不只是感恩，他知道要奉献出来，这才是让我们真的很感动他不是拿金牌了，他去年也拿了Olympic那个什么举重的铜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在里约嘛，里约Hiro Negoro那里约热内卢呢拿到了铜牌，
这个相当不容易啊！铜牌可能会大家问多少钱？真的有钱有钱给他是500万500万他捐出来了，那我们吓死了，500万捐出来给谁？他的启蒙的教练不只是这样而已，他也捐出很多的钱也给台东的圣母医院买救护车圣母医院说我们不需要了啦，我们有很多人捐的这个也打破我们的想法教会越捐越多越好对不对？圣母医院说我们过了啦，你捐给别人啦。这个让我们眼睛一打开一张开真的吓到了，怎么有这种机构啦？不，那宗教就是要扮演这种机构嘛，不是吗？不是钱越多越好而是那种精神传出来，从哪里？郭信存，我不是高举他，不是他这个人我是觉得我很敬佩，讲了很多他所做的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这我们不得不敬佩，真的他不是很有钱，他愿意分享出来，知道感恩，这是让我们更感动的地方。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我们需要这种行动其实这种行动都有宗教性的行为，宗教的精神充满在这里面，不是吗？本来宗教就是要扮演这种角色，不是越多越好，不是，而是要怎样？知道感恩，知道我们感谢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帝，知道从这里感谢别人通过这样让我们社会变得不大一样让我们的社会来改造。好，在这个世运会的背后我问大家，现在有几个金牌了？得到几个了？好像越数越多，数不清了这个破纪录到昨天为止是17面金牌嘛那银牌更多，也有铜牌，加起来有40几面的金牌。好，在世运会的背后有没有规则？有没有规则？任何运动有没有规则？我跟大家讲，都有规则。像那个举重，举重那个不容易要举起来几秒钟你如果举一下子，那都不算的姿势也要正确不知道站什么姿势我到后来才知道那举重分6级至少分6级所以当然最后一级是无限量的反正你可以举起来就对了那无限量的有规则，但是呢，有规则的背后在讲的是什么？大家一起来遵守这个规则，发挥运动家的精神，对不对？就像我们的棒球了坦白说了台湾能够在全世界占一席之位，还是棒球不是因为我喜欢看棒球，说这就替棒球讲话了，不是的篮球还是会输那个高强多汗的，还是会输他的对我们篮球不是说不要提倡，不是而是说一起来棒球实在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好，规则，到底规则在讲什么？我们需要规则。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为着他安息日是为他而设的。为什么讲这么重的话？其实他讲的话很重呢，我们读起来好像轻松愉快，但是说起来他是很生气的话，很生气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我慢慢讲为什么他会生气这个跟安息日有关系到底安息日是为谁而设的？而是人为安息日到底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安息日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停止停止的意思了安息日哪一天？是不是我们礼拜天？是不是？很多人很喜欢说我们今天我们说安息日，不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讲法，是从礼拜5日落以后到礼拜6的日落，刚好是一天嘛，这就是安息日我们呢，
我们是守主日，对不对？主日什么日？啊，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呐，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呐，叫主日啊。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所以我们称为主日，这个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承袭了安息日的精神。到底安息日有什么精神？如果照利未记23章第3节，或是出埃及记第23章第12节，在这一天呢，要停止所有的工作，连那个奴仆啦，那个寄居的啦，甚至牛啦、驴啦，都要停止工作，不得工作。但是为什么有这一天？好像看起来是从耶和华的命令来的，是这样吗？如果照学者的研究，安息日不是这么来的。安息日有可能是从哪来？从巴比伦来的。我们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曾经灭亡，有没有？灭国了在南犹大被巴比伦尼布甲路撒王征服了以后灭亡了。结果有一批人被抓到那个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故事跟巴比伦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受到了巴比伦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如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说不能工作，那积极的一面呢，就是说要怎样人要在这天跟一些生育都要休息，不得工作。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这一天要尽到宗教的任务，就是要敬拜上帝。这一天你要敬拜上帝。但是呢，我们如果照圣经的记载，好像跟我讲的又不大一样。圣经记载什么？为什么有安息日？就是上帝的创造有关系。因为上帝用6天来造天地，那第7天呢，他休息了，所以违背的人就是亵渎上帝的命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在这天呢，一天工作呢都不能做。但是呢，在马加比的时代，马加比可能大家都不熟，我们的经典也没有马加比书。那天主教倒是有，天主教的圣经还是有马加比书。马加比在哪个时候？马加比就是我们要了解犹太人建立的第2个王朝，第2个王国。第一个王国就是大卫所建立的，或是扫罗建立的。那第2个王国呢，就是马加比运动。这就是反抗希腊人的一个运动，后来独立了，大概主前100年左右。这个王朝呢，很短的时间，大概只有100多年而已。所以我们圣经，我们新教的圣经，我们看的圣经都没有。那天主教的圣经倒是有，马加比1书、2书、3书。好，因为呢，马加比的王朝呢的时候呢，就有1000多个人因为要守安息日呢，不得工作，所以呢，宁可被那个敌人杀死了，也不起来反抗。后来他们想一想，这样不对啊！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犹太人都不见了，要灭族啦！他们就改规则了，在这个律法可以改的不是说不能改可以他们改怎么改？若是有人在攻击你，要反抗但是如果赢了不能追你看过有没有这种事情你打赢人家不能追他，要让他跑所以跟以色列人打，你一定会赢一定会赢他有这个规定但是到后来，这个锡安主义或是犹太主义兴起这是比较接近耶稣的时代了耶稣时代了。其实呢，不只是耶稣的时代而已，之前大概有这种情况安息日呢，守安息日变成形式化而已只有注重外表没有注重安息日内在的精神。所以那个规则越定越细，越多了根据那个以色列人的古书籍这个塔木尔，他们就说塔木尔
这本书的记载大概至少有39个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摘麦穗起来吃，还有不能拿东西重的东西不能拿包含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那个什么那个在毕大士祠旁边那个38年不能动的那个 handicap 的这个人，他后来被医好，对不对？他能不能拿他的褥子，他的床铺起来走？不可以。如果按照安息日也不可以。后来那些拉比又进一步了当然拉比有很多自由派的，也有保守派的，这些保守派就起来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安息日的人到底能够拿多重啊？他们就开始在定了定了一些让人家很觉得很无聊绑手绑脚的规则，他就规定了安息日不能拿的重量多少，就是无花果，干的无花果不能拿超过3颗。你听过没有？超过3颗就是有做工作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想想看，这多无聊多无聊！完了，这些人把自己绑死了绑手绑脚了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另外我们看到了，谁在观察有没有守规矩的？这批人叫做法律赛人法律赛人英语当然叫做 Pharisee 他们原文的意思呢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被隔离的、被分开的，也就是分别为圣的一批人你不要看这些人好像耶稣是在骂他们你印象不好，不过不要忘记了，他们真的是一批改革者，宗教的改革者就像我们今年在庆祝、在纪念宗教改革几周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500周年一样。他们是看到了从马加比运动以来，犹太人应该跟外邦外教的人混杂在一起的，现在忘掉了耶和华上帝，忘记了更不用说什么律法，不用说那个。这批人是起来改革的人，起来针对当时的犹太人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你们怎么来的？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是出埃及来的，耶和华用他大人的手带领我们出来了，不要忘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很不幸的，这批人本来是改革者，变成被改革者。为什么？特别是在耶稣的时代呢？我们看到了，他们本来是应该是带来改革的人，被当时的社会很尊重的一批人，但是呢，这批人守律法过头了。就刚才我说过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就是这样。很无聊就关心一些细节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24节也在说什么看这法利赛人大声说看为什么？就叫大家注意就对了然后呢，就表示说耶稣所做的他的学生所做的行为呢是很严重的，违反了安息日这种律法的行为。所以原本呢，照圣经安息日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为什么？上帝创造休息的日子不是很安然，不是轻松愉快吗？有没有？我们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说我还在创造，我还在很忙，会不会？特别是现在很注重休闲，对不对？休闲最好人都不要吵到我如果吵到我，那个叫做车长台湾叫车长你不能乱吵不能乱吵。我们注重休闲，应该是很轻松愉快庆祝的日子，纪念耶和华上帝那种创造的事工。创造是什么？一种爱的事，一种爱的大事件，我们都忘记了但是呢，这种守安息日却成为在
法利赛人的解释之下，成为没有办法负担的重担。其实我们如果从四福音来看呢，这也成为安息日，也成为什么？耶稣跟法利赛人不断为着要不要守安息日，在争论不休了，争不休。就这样了，耶稣基督呢，就针对了安息日呢不能工作，不能怎样，这种规定呢，提出了看法。他说，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的，不是人为着安息日。他点出了最重要的关键了。之后呢，他更有说出有权威性的话语，说人子也是安息日子。人子是谁？我们通常是指耶稣基督本身。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啦！光拍讲，你们能够怎样呢？其实他讲这句话是很生气的话。你们为什么因为这种细节忘记了这些律法的意义？只注重那种表面性的这种东西而已，却忘记了安息日本身是上帝创造的完成，是有庆祝的节日，忘记了所以还有耶稣基督用一个例子作为例子来反驳你们这些很喜欢讲守律法的人，却不见得守律法。还有守律法碰到一些人会发夹弯发夹弯知道会转弯为什么？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到大卫王的故事。当大卫王还没有成为王的时候呢，他是被谁追着杀？扫罗所以大卫跟他的随从呢，没有地方躲了，后来躲到哪里？至圣所里面有东西吃因为他那时候很饿了随从也很饿了，他就顺手拿着陈设饼剩的饼起来吃也拿给他的随从。坦白说，如果照法律呢，照当时的律法，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那个法律上人说，那个饼是为谁开个吃？叫祭司如果一般人吃的可能判死罪死刑既然大卫拿起来吃，但是耶稣没有继续说而已。他说有没有人对大卫做这种行为提出批判的？有没有？没有反正给他合理化这不是很奇怪的吗？你们是不是说这个律法要严严守吗？后来碰到的人就会发夹弯。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点出的就是这一点。这么神圣的饼都可以拿来吃了何况安息日守安息日这个律法刚才我说了，安息日是纪念上帝创造的完成，另一方面是在庆祝上帝的创造，是欢喜的日子，享受平安、上帝爱的日子。其实这也在显明，宗教是带给人自由的，帮助人找到丰盛的保证丰富的生命，特别享受从主里那里的爱的，并不是用来指责别人。宗教不是用来指责你不对，你怎样，不是。宗教不是，就是让人真的内心解放的。这是耶稣基督挑战法利赛人的原因。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刚才说过了，耶稣基督真的很生气你们老是在讲这个我看不顺这个什么表面化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探讨背后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他很生气，就说我就是啦，我就是安息就是为我设立的啦其实他就讲很重的话，是讲很重的话很重的话所以另外一方面他说为了我设立，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安息日呢是为大家设立的。这个人子在这里要扩大解释，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已，是你我，是为了大家设的。因为通过这样来实现上帝的爱。但是呢，耶稣就是看到的
很可惜，本来应该有这种应该有这种带来上帝平安、爱、信息的安息日的，却被法利赛人糟蹋了。反而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意义。所以他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你我大家所设立的。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安息日没有意义。说到这样呢，我们会看到说，如果这样的话，好像不能设法规啦，不能设制度啦、规则，好像这些都没有用。不是这样。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也强调要守律法的人，最主要是成全律法。这个成全律法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深入要探讨了。他在强调就是说，要守律法背后那个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这是4大运，我们看到了一幕那个荧幕我们的电视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一条新闻就重播好几次。什么新闻？我们台湾的选手柔道选手杨永伟跟法国的选手在摔跤的时候，对不对？后来呢怎样？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法国的选手明明赢了，已经裁判都宣布结束了，他把我们的选手那个头一压在地上，你看他会不会生气啊？你会说什么话？大家要说什么？没水准。对啊，我们心里我看到这部我就说看下没水准，很没水准啊！你会感觉这样啊？你会很生气啊？我们为什么说水准没有水准？其实另外角度来就是说，这个人很没有运动家的精神啊，对不对？明明规则有定啊，但这个人规则的后面也要回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运动的精神，这样才有意义啊！规则不是说为了规则不是为了不存在一批人存在，不是这样。规则是要显示说，到底能不能显示有没有运动的气质，有没有运动的精神，这是更重要，不是吗？这就叫规则。我们互强教会，我们有没有互强教会的 mark？ 有没有？有没有啊？有啊！我们会拿这个 mark， 你会感觉怎样？我的光荣啊，我是互强的人啊。有没有人说这个跟我无关没有关系有没有这种人？我想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互相教会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可以领受到一些可能在外面领受不到的，所以我们愿意守互相教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有意义了，这个规则有意义，显示我们互相教会的精神。这个有意义，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为了互相教会这个规则来设立，不是这样。不要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了。精神跟规则是一体的两面，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各位，宗教规则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用的，反而应该带来人真实的平安，表现出应该有的爱，特别是上帝的爱。我们看到警察了警察了，我还是要用这个例子警察我们会不会紧张了特别交通规则警察会敢炸了拦下来，你会不会紧张？会不会？有没有被拦下来的记录？有没有？我有啦，坦白说我有啦我有了我记得高速公路那个后背寮、虎尾寮那个有时候要回来的时候都有临检嘛，对不对？你感觉3更半夜还有人在那里插下来感觉很不舒服了，还是很不舒服了不过我要讲一个故事，警察的故事讲个故事我们知道今年台湾特别热，对不对？我们要看热不热可以比较，怎么比较？今年35度以上的日子更多了。那去年35度以上，台北以台北来说，
大概有2个月，这很长喽，吓死了，35度哦，不要忘记了，今年台北都是36度的，那今年不只是2个月，表示说暖化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想这么热干脆带着师母跟我的2个小孩上山，我的两个小孩也不小了啦，他们都大学了然后上山上高山去阿里山，去避暑一下，结果开到半山腰，我的车子不听指令了不听指令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我不晓得结果呢一开当然那个我后面的声音强烈，我要求我要停下来，我的师母了强烈要求我停下来，我不得不停下来。我想想说，车子不应该这样结果停下来是停在派出所的前面那个警察就出来了你想想你会不会紧张会不过警员出来不是不是我们被他拦下来，没会让我很炸的，不是而是来说，你们车子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忙让我吓一跳让我吓一跳了，怎么有这种事情怎么这种事情他就说，这样，你们车子大概有问题了我跟你报一下我们附近只有一个保养厂而已还有一个师傅呢，头家那个老板很好不会乱开价钱，不会价钱公道，快请他来了我师母就打电话了那个头家说等一下再过来这个时候呢因为在1000多公尺也比较冷了真的1000公尺你去那里就知道1000多公尺就感觉很冷了太阳慢慢下山了怎么办我家还有很多人嗷嗷待哺警察就拿多拿子出来了请我们我真的吓一跳，怎么有这种警察啦这种警察他们还说，他也跟我说一句话，这个 donuts 不是他们的，而是有很多人带给他们，请他们吃的，他们吃不完也吃不完的想一想你们可能饿了，拿一些 donuts 给我们吃另外说你们车子怎样在等来进来派出所好了竟然叫我们进派出所，不是做笔录了，不是的请我们喝茶不要喝茶还请我们吃那个当地的梅子其中那个梅子很好吃的，那个咖啡的很好吃，味道很不错。我不是替他做广告，不是让我吓一跳。我对警察真的改观观念改观还有当然那时候只剩下一个原子在里面了我就说我是牧师，他又吓一跳，为什么？他说我是教会的人更亲切啦他还跟我请教一些神学的问题，我说来尽量问然后呢，后来保养厂的人来了他给我检查说你这个那个节温器我那个名字我不晓得就是说水箱出来那个节温器有问题啦，你最好回头啦回头趁着现在可能还来得及到嘉义然后记住冷气不要开你就慢慢开下去，一定可以开到嘉义去。我真的听着他的话后来平安的到嘉义然后呢隔天检查呢那个修车厂的那个员工本来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说那个上面那个山上的人跟我讲的，他说山上的人跟我讲，他后来检查说你很好运为什么？你这个节温器几乎失去50%的功能，如果没有及早修好，你那个车子保证会烧掉就像我们看到高速公路那个车子烧掉一样啦所以我不得不佩服山上那个保养厂的那个头家我还向他问那个头家当时还在看的时候，我说多少钱？他说免急免费，那我又吓一跳了又吓一跳了我说竟然有这种地方有这么好的派出所，各位
我要分享是什么？我们教会就是要扮演这种角色。其实啊，我想想，那个警察他不用这样的，他只要按照 SOP 就好了。我有困扰去问他，他不用主动出来，都不用。但是呢，在他的规则里面，他知道怎么运用规则，他知道警察的职责，人民真正的保姆，让这种精神实现出来，这不是更好吗？坦白说，啊，他到底是不是会有还不歧视的问题？但是他所表现的，却是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实行的，应该要好好的、认真的学习的，不是吗？他们所做的，就是宗教人应该有的精神，教会应该要有的。我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要持续下去。啊，这个社区的事工、个人的事工，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其实信仰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有规则，有规矩，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规则规矩背后在讲什么？信仰，在讲的上帝的爱，上帝所带来的丰盛的生命，不是更重要吗？我们不要忘记了。法利赛人很可惜，坦白说，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坏人，也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应该发挥的，他们原来是改革的人。后来被改革，不要忘记了宗教改革，要不断改革。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信仰在讲什么，我们要时常回头来看，我们信仰在提醒我们什么。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有时候会出现，不是会出现在更新那公报社今天是公报社的奉献主日但是最主要是说，文字事工就是这样，跟我们讲一些故事。从故事里面，让我们寻找到上帝，让上帝的爱超越我们。可能你想，我只能做这样，但是可能超越了你。文字事工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了公报社所做的，我们要继续赞助他赞助公报的社的事工，还有让上帝的话语能够通过文字事工呢，更广为传播在我们的社会之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也帮助我们的文字事工。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教会是要扮演什么角色。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让我们重新来通过你的经文来看到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教会更显出你的爱，你那种源源不断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更关心这些文字的事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